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19集。我是小张。今日咱要来讨论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：一天两天的天，台语应该安怎写？有人讲是做工的工，敢这字？小张认为毋是，但是甲这字有真大的关系。那安尼，小张讲的迄字工，伫甲骨文内底敢找有？有啊？你讲啥？你讲句哦？句甲金也得困啊！你讲话讲较清楚咧，好无？好啊？你讲啥？你讲哦？哦是西讲啥啦？哦，相信各位即马已经听甲无啥啥，咱来解说一下。拄则迄两句，可能是已经无人会晓讲的台语冷笑话，在此留下记录。咱即马来解说一下。若有人讲有哦，另外一个人就讲啊，你讲啥？你讲句哦？句甲金也得困啦，句哦，咱来讲第二句。若有人讲好，就有人会应讲哦，哦是西讲啥啦？哦啊，这无啥物意思，只不过是较早的人在讲笑话，安尼尔。伫即个所在留一个记录。咱即马来讲主题，啊，今日的主题爱对夯土开始讲起。即个夯土是新石器时代的材料，建筑材料，嘛会使讲是一款技术。啊，即字夯，将大将力，会使做动词来使用，意思就是大力锤、大力焊。焊的，就是即个地基的土；锤的，就是即个地基的土。啊，即字焊的本字，我相信有可能是即字。为着要互即个地基的土真结实、真扎尖，哦，扎尖即两字我袂晓写。若有高手会晓的，麻烦指点一下。啊，为着要互即个土真扎尖，咱就需要使用工具。咱来看即张图，即支就是工具，名就号做钢。咱来看另外一张相片，即支钢自新石器时代到今毋捌改变过，原理完全共款。即四字拢是甲骨文内底的钢。是毋是完全一模一样？继续，咱来看维基百科内底即张相片，即支嘛是钢，可能是女性较无力，所以举即型的。甲骨文内底原来有记录。即摆看到的即两支，就是现代版的钢，甲甲骨文内底嘛是一模一样，敢若争差伫即个所在，这就是手把。古早的钢可能较重，较侪人在举，所以需要即个手把。啊，即两支伫淘宝顶悬，人民票才91块尔，无怪看起来较亮光。咱翻头转来看第一张的相片，伫甲骨文内底有诶手把也好，无手把也罢，第一代的钢就是生做安尼。捌有考古学家用现代的铁锹真出力去吐即个上代夯土，也无法度甲铁锹踩伫顶悬。下骹即三个拢是古早真有名的古建筑，拢是用夯土的技术砌起来的。介绍完甲骨文内底的工，咱即摆来讨论即字天。说文解字讲：天也，至高无上，将一将大。当年考信伫写说文解字的时阵，毋捌看过甲骨文。伊若有看到甲骨文的天写作安尼，即句话一定会改写，会写作将大、将工、工一声。即支就是工。即支工即马向地面、向涂骹，咱若甲西过来，即马就向天啊。下面咱搁甲加一字大的甲骨文，这就是天伫甲骨文内底的写法。即马一定有人会讲，小张，即字工伫甲骨文内底有第二种的写法。那安尼讲起来，即字天是毋是应该嘛有第二种的写法？无毋对啊，你讲的拢对啊。
你讲的是即字工嘛，对无？天就变作安呢，是毋是相对应的？咱甲即字工甲写过来，下面搁甲加一字大，伫甲骨文内底写法，即字就是天伫甲骨文内底另外一种写法。咱拄则甲即字工甲即字天讲甲遮清楚，目的就是要互大家知影，即字天将大将工工一声，所以即个字伫古早就是读作工。即支就是工，若向地面的时阵，代表当伫开工，代表当伫夯土，代表当伫锤，当伫焊，焊的就是地基的土，要甲即个土焊互真扎尖，地基才会在。即支工若甲写过来，向天顶的时阵，就代表收工啊。对工人来讲，这就是一工的结束。过来，即字大要安怎解做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讲：天大地大人亦大，做事人罔做事人，人原来有爸母有某囝爱照顾，日头落山一工就是结束啊。人嘛是爱休困，人嘛是爱食饭，做事人原来真伟大咧啦。即字天上粗浅、上直观的解说，就是安尼。即个字就是读作工，工就是上高音。咱即马来做一个整理。即字天，咱用甲骨文来甲研究，已经研究甲真详细啊。咱知影讲即个字应该是将大将工，工就是即个字的声符，所以即个字的上高音就读作工，毋是读作天。伫甲骨文甲经文失传去了后，就无人知影即个字是安怎读作工啊。人干那知影讲即支就是号作工，做工的工，工具的工。伫说文解字内底，甲即字天写作将一将大。伫即个所在，小张要阁强调一遍，可信毋捌看过甲骨文，所以伊毋知影即个字的本意是将大将工啊，工就是声符，所以伫即个年代，即字工的上高音可能就已经失传去啊。伫中国文册内底，咱会使查会到的有两个音，会使读作天，嘛会使读作天。若捌看过课文老师以前的节目的人，就知影即款的音，就号做天意韵，符合天意韵的转韵规则。即字天的上高音读作工，虽然已经失传去啊，但是伫咱的台湾闽南语内底，嘛是保留甲真好势。有一个台湾囡仔，号做小张，食饱伤闲，甲骨文网看，煞去互伊看出来即个字是安怎读作工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